Hello，大家好，我係彼特幣家伙。咁今集咧就試下一啲新搞作啦，就係咧試下去講下一啲 YouTube 上面關於比特幣嗰啲留言啊。咁呢啲 comment 喺邊度揾出嚟嘅咧？當然就唔係喺小弟嘅片度啦嚇。小弟嘅片係冇人睇嘅，基本上，所以亦都冇咩留言可言。Anyway 啦，咁呢啲 comment 咧就係喺一啲大嘅 channel 度講一啲關於比特幣嘅片嗰度咧揾出嚟嘅，我覺得幾值得去講下嘅。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去第一個 comment 啦。咁呢一個網友咧就話：多謝翁女俠，我自己做財經視頻都只係鍾意警告人呢樣小心嗰樣小心，虛擬貨幣個名都虛虛地啦。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哋睇嘢就唔應該淨係睇個名啦，我哋應該去了解嗰樣嘢係咩嚟㗎啦。如果你淨係睇個名嘅話咧，咁中環廣場都唔係中環啦，係咪？孱仔強都唔一定係孱仔嚟㗎啦。咁無風險國際，你係咪真係覺得佢係無風險嘅咧？本身咧虛擬貨幣呢個名咧係好有問題，因為個虛字本身咧係有貶義嘅。咁唔知有心定無意啦，咁有人將喺數碼世界嘅金錢比特幣呢樣嘢咧，就翻譯成為虛擬貨幣。咁其他嘅幣我唔講啦，淨係講比特幣。比特幣係同實體世界咧透過 proof of work，即係工作量證明咧係所聯繫嘅。相反咧，其他幣啦，又或者係美元啦，就真係可以虛擬出嚟嘅，因為美元係可以憑空創造出嚟嘅。因為佢已經唔需要黃金去 back up 㗎啦。但係呢個 comment 幾得意嘅，或者我將來有一集專係去講虛擬貨幣呢一個名嘅問題啦。跟住第二個 comment 咧就係呢個網友咧就話人性係貪婪嘅，所以呢啲騙局永遠有市場。咁首先我哋要知道人性係有貪婪呢一面嘅。跟住咧，我哋亦都要 assume 呢個世界永遠都會有騙子嘅存在。咁有騙子嘅存在，我哋就要 assume 有騙局嘅存在。咁有騙局嘅存在嚟講咧，我哋點樣去避免墮入呢啲陷阱啊？就係不斷去學習，不斷去研究呢個世界點樣運作，多啲用第一原則同埋批判性嘅思考模式。除此之外，就係要有正義感啦，相信人類長遠係有理性啦，同埋有良知啦，知道偷呃拐騙係唔好嘅啦，同埋係唔道德嘅行為啦。仲有一個講法就係騙局嚟講咧，你可以呃到某啲人一個好長嘅時間，又或者你可以呃到所有人一個相對較短嘅時間，但係你冇可能永遠地呃到所有人咯。咁所以美元呢個龐氏騙局咧係一定會完嘅。OK，跟住去到第三個留言啦。咁呢個網友咧就話實體物件才有真正價值，這一點絕對認同。提到虛擬貨幣，便想起華爾街狼人，急功近利嘅世界，到處都有騙子，什麼都可以設局。當你貪，當你空虛軟弱，就會成為受害嘅一位。是否人根本不善？DNA 早早已是惡呢？咁我就唔討論呢個人性本善定係性本惡呢樣嘢啦。咁我就想 focus 喺第一點，佢話實體物件才有真正價值，這一點絕對認同。咁我就絕對唔認同呢一樣嘢啦。咁空氣有冇價值咧？數學有冇價值咧？感情有冇價值咧？一套電影有冇價值咧？如果你係100年前嘅人講呢一句説話都情有可原，但係而家我哋喺數碼嘅世界啊嘛，大佬。跟住去到第四個 comment 啦，咁呢位網友咧就話 USDT 其實都係一個騙局，只是未爆，因佢連結嘅美債亦都係一個龐氏騙局。咁首先美債當然就係一個龐氏騙局啦，你點樣還嗰38萬億咧？如果唔係繼續印銀紙去偷取人民嘅購買力嘅話，咁至於 USDT 呢一個穩定幣又係咪一個騙局咧？其實就值得商榷。如果佢真係100% 用美債去 back up 嘅話咧，咁佢係咪一個騙局咧？就算佢用100% back up，
但係佢係建基於一個騙局嘅話，咁佢係咪又屬於一個騙局呢？如果我哋知道美元系統係一個騙局，而我哋又用美元去換取我哋想要嘅嘢嘅時候，咁我哋係咪又係一個騙子呢？真係值得思考下。跟住去到第5個 comment 啦，咁呢位網友咧就話其實你用的美元、人民幣甚至港幣都係一個騙局，因為央行可以隨意印出嚟。咁我就絕對認同啦。不過值得講嘅咧就係呢個留言亦都有人留言係諗住駁佢話咧，港元咧係有外匯儲備去支持嘅。咁我想講咧就係有外匯儲備支持，但係嗰個外匯儲備本身都係一個騙局。咁用一個騙局去支持另一個騙局，咁就唔係一個騙局啦咩？真係好好笑。咁所以亦都有一個留言話翻俾佢聽，其實外匯儲備都係美元咯。跟住我哋去到第6個留言啦。咁呢位網友咧就話，仍然手持 Bitcoin 嘅人當然唔會去唱衰 Bitcoin。越多人參與呢個音樂椅遊戲咧，就越好啦。咁首先利申咧，小弟係有持有 Bitcoin 嘅。咁我唔明白點解要唱衰 Bitcoin 咯，因為 Bitcoin 嘅出現係解決緊人類5000年嘅問題啊嘛。佢俾人明白到其實乜嘢先係金錢咯，乜嘢先係好嘅金錢啊嘛。金錢作為一個工具係點樣去解決人類價值交換嘅問題啊？好嘅金錢係點樣推動到人類嘅文明？另外就係比特幣可以俾一個機會我哋可以脫離呢一個建基於偷竊嘅金錢制度啊嘛。咁唱衰 Bitcoin 其實咪就係同人類文明作對咯。我唔明點解要唱衰 Bitcoin 咯。第二樣嘢就係佢提到呢個音樂椅遊戲啦。咁啱咧，我之前咧有一集就係講呢樣嘢啦。咁咧就 click 翻個 link 去聽翻啦。咁我絕對認同佢最後嗰句嘅，越多人參與呢個音樂椅遊戲咧就越好啊，因為咧代表越多人醒覺咯。跟住下一個啦。咁呢位網友咧就話唔講量子電腦咁遠啦。目前最大問題咧就係比特幣最大用戶應該係一班黑色產業戶，因為資產轉移容易唔容易被沒收。家陣美國證明咗原來唔係，政府要搞你一樣可以沒收，咁仲有咩價值可言呢？相對嚟講呢，黃金唔同，因為佢本身有實物上嘅價值，可以用於科技、首飾。咁我首先想講咧，金錢本身咧係中性嘅工具嚟嘅，好人咧會用，壞人咧亦都會用。詳細可以睇翻咧，之前我講咧最近呢幾單用比特幣洗黑錢嗰條片。之後咧就想講，其實我哋冇證據去顯示任何人或者任何機構、任何政府有能力可以沒收任何人嘅比特幣咯。詳細嘅我哋唔知道佢美國政府點樣去充公陳字嘅比特幣啦，可能經過好多線索、好多人力物力啊，甚至係喺佢同黨嗰度啊推敲到撞到出嚟。詳情我哋係真係唔知嘅，又或者佢本身唔係好妥善咁樣保管好自己嘅比特幣咧。但係本身我哋唔係作奸犯科，我哋只係一個正常人。咁正常嚟講，呢啲執法機構、政府係唔會嘥咁多資源去調查你，去想充公你嘅比特幣咯。如果比特幣呢個 system 係咁化學嘅話，咁容易 hack 到嘅話，咁一早就有人去 hack 咗中本聰嗰100萬個幣啦。跟住我想講下佢相比起黃金嗰樣嘢啦，我諗佢意思就係話黃金咧有作為金錢嘅價值之外咧，佢都有科技嘅價值，甚至係首飾嘅價值啦。咁我想講咧，我認同咧。黃金係有金錢嘅價值之外咧，佢係有工業或者係科技嘅價值嘅。咁至於首飾咧，我有一個大膽嘅假設咧，其實首飾咧都係因為佢有金錢嘅作用咯，因為人本身係有一個炫耀財富個傾向咯，所以最早期嘅首飾咧其實係用貝殼整出嚟嘅。咁大家見唔見到一個異曲同工之妙啊？就係因為咧，貝殼就係人類最早期嘅金錢咯。咁所以黃金有首飾呢一個作用或者價值，其實都係一個金錢嘅 by-product 嚟㗎咯。
咁跟住我想講，如果你作為一種金錢，但係佢又有另外一啲用途，譬如黃金，佢有工業用途咁樣，咁呢個就係正正削弱咗佢作為一個好嘅金錢嘅用途咯。呢度基本上咧會產生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因為佢有工業用途，所以佢嗰個價值會受到工業嗰個發展嗰個 supply and demand 嗰個影響。第二樣嘢就係因為佢有工業用途，咁所以啲人用佢儲存價值嘅時候，就會令到真正嘅用家真正想將黃金作為工業用途嘅人嘅成本大大增加咗。又或者樓咁樣一樣道理，我哋上一代嘅人大部分都係用樓嚟作為儲存價值嘅工具，導致真正嘅用家就去捱貴樓、捱貴租。至於比特幣，佢冇其他用途，佢冇其他價值，其實就係佢嘅價值。佢嘅價值就係100%嚟自佢作為金錢嘅用途咯。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嘅錢越嚟越唔值錢，因為俾上面嘅人不斷去稀釋我哋嘅購買力，所以啲人就會用其他嘢去儲存佢哋嘅價值。例如有工業用途嘅黃金，又或者係住人嘅樓，從而大大提升咗呢一啲用家嘅成本，去用呢一啲黃金作為工業用途，同埋想住呢一啲樓嘅人。希望呢個位大家可以意識到點解一種好嘅金錢係咁重要呢？OK，咁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如果鍾意今日呢一個形式嘅話，就留言話俾我聽啦。咁我將來可能會做多啲，咁就歡迎留言理性討論，訂閱呢個 channel。下次見，拜拜。